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1章。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，奉上帝选召做使徒，特派来传伊的福音。这个福音是上帝早前通过伊的众先知记伫圣经的应允。得讲起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对人性来讲，伊是大笔的后代；对性格的神性来讲，上帝予伊对世人中各我用大能力显明伊是上帝的囝。阮对伊得到恩赐做使徒，为着基督的名，要互万民信来顺叹，嘛包含恁这个受选召、归属耶稣基督的人。我写这张批，互恁所有住伫罗马上帝所疼、所选召做伊信徒的人，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大圣，我通过耶稣基督，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。我宣扬伊的囝的福音，用心灵伫服侍迄位上帝，通甲我作证。我常常孝念恁，不时伫基督中恳求上帝，照伊的好旨意甲我开路，互我无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。我真爱见恁，通甲恁分享一寡属灵的恩赐，互恁坚强。就是我到恁中间的时，恁通过我的信仰，我通过恁的信仰，互相得到鼓励。兄弟姊妹，我真爱恁知，我真侪遍计划要去恁遐，通甲伫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共款，嘛伫恁中间修成一寡果子。毋过到今也有阻挡。无论甚物款人，开化还是未开化的，有智慧还是无智慧的，我拢欠因会济。所以，我迫切仰望，嘛会当将福音传互恁伫罗马的人。我无看福音做见笑，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，要拯救所有信的人，大先犹太人，后来外邦人。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，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义的人会对信来活。上帝对天顶发出受气，谴责所有不虔不义的人，因的不义阻挡人捌真理。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，所以因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捌接着。对创世以来，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，虽然肉眼看袂到，毋过通过受造的物，会当清楚看见，所以因拢袂当摕责任。因为因虽然捌上帝，也无尊重伊做上帝，嘛无甲伊感谢，因的思想反转变做空，心思愚妄，充满黑暗。因自称聪明，其实愚妄。因无将荣光归互未死灭的上帝，反倒去拜未死灭的人，白鸟、禽兽、通拖顶的像。所以，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的欲望，去做无清气的代志，直到彼此糟蹋家己的身体。因用虚假替换上帝的真理，因敬拜服侍被造物，无敬拜迄位造物主，伊才应该永远得到称赞。阿们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出在因放纵通见笑的肉欲，
查某人甲查某人用违反自然的性关系代替甲查甫人自然的关系。查甫人嘛同款放杀甲查某人自然的性关系，彼此欲火攻心。查甫人甲查甫人做见笑的代志，结果着受偏差的行为该受的报应。既然因无要真正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出在因的心思败坏，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。因充满逐款的不义、歹心、贪心、恶毒、满心怨妒、谋杀、斗争、奸诈、阴谋、讲脚趾后话、诽谤、怨恨上帝、侮辱人、骄傲、夸口、制造是非、误入父母、无明理、无守约、无情、无怜悯。因虽然知照上帝公义的判断，做这个代志的人应该死，因毋若家己做，甚至嘛赞成别人安尼做。